菜、薰衣草都是温带植物，所以它在台湾是比较难度夏的。种香草最大难度在育苗，在台湾稍有疏忽，抵御不了炎热就会枯死。陈专柜和姐姐刚开始说要尝试，没人看好。自己要先试嘛，失败的我自己来承担，成功的才给大家分享。前后花了10年功，薰衣草、薄荷，还有对阳光雨水耐受度更娇滴滴的德国洋甘菊，在花莲凤林这对姐妹花手中种成功。一开始是自己高兴什么就种什么，然后现在呢比较有经济效益啦，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会帮他种。客户指定的香草，这堆一坨一坨看似杂草，包装成箱的原来是宝，是紫锥花的根部作为保健之用。全世界保健植物除了银杏以外，第2名的就是这个。还有化妆原料厂商指定鼠尾草、洋甘菊提炼精油外销法国。陈专柜的花草园渐渐做出成绩，鼓吹邻近客家妈妈和阿婆一起加入成立产销班。现在已经是香草绿所指，很棒了，经验越来越丰富。所以大家一起完成了客家阿婆的香草梦，对不对？加迄爱着坑下完成该。东汉地个营养懂汉的跟营养，这是我们一起完成的很难得的经验。客家女性多是务农老手，做细工种香草，在田地外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。香草拿来做100%天然安心的蚊香，也把香草结合客家起拔，吃起来口感一流，还有淡淡清香。这个不是加香精，这个是纯粹柠檬，这样加下去它就这样子了。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天然的，所以也不能做太多存货，就是说有人订我们才做，包括麻糬都一样。香草的应用广，陈专柜说自己还在不断学习，希望让香草成为凤林客家庄骄傲的新印记。也係捱到鄉下完成嘅東漢地嘅經驗，也係捱到鄉下完成嘅東漢地嘅經驗。谢谢宗宇老师。